大家好，呢一個係天人玄學嘅八字視頻。咁喺呢一個視頻裏面呢，我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八字嘅入門知識嘅。咁點解要講八字呢？因為我認為呢，八字係一套好容易上手嘅算命工具啦。咁同埋呢，就係佢同正五行擇日呢都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所以喺用途上呢，都係非常之實用嘅。透過今日呢一個視頻呢，你將會學習得到嘅呢，就係排八字要注意嘅事情啦。日主嘅旺相憂囚死啦，日主嘅身強同埋身弱嘅。咁如果你睇咗呢一段視頻之後呢，有任何問題嘅話，歡迎你可以喺視頻下低嘅 Facebook comment 裏面留言。對於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認真咁樣睇同埋回覆嘅。好啦，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內容啦。咁首先呢，喺講點樣睇一個八字之前呢，最重要當然係你要排到一個八字出嚟啦。咁喺排一個八字嚟講呢，其實有幾點要注意嘅。咁第一樣嘢呢，就係我哋要用翻佢當地嘅出生時間啦。咁喺呢一個問題呢，其實好多初學者都會問過嘅，就係外國出生嘅人呢，佢哋需唔需要轉翻做中原時間嘅？咁其實係唔需要嘅，只要佢哋用翻佢哋自己當地嘅出生時間就得㗎啦。咁第二樣嘢呢，就係要知道太陽時啦。咩叫太陽時咧？呢一個如果要詳細講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好複雜。我希望留翻喺真實嘅課堂裡面講咧，會比較好。但係簡單嚟講咧，因為全球都係運用緊一個時區嘅制度，導致到咧喺一個時區之下咧，不同經緯度嘅時間都會同一咗。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時鐘上面嘅時間同真實嘅時間其實係有出入嘅。所以咧，我哋要知道真實嘅出生時間。咁呢一個就稱之為太陽時。咁第三樣嘢咧，我哋要知道就係廿四節氣。咁廿四節氣其實就係喺我哋中國嚟講咧，係一個獨有嘅曆法嚟嘅。嚴格嚟講咧，我哋淨係需要知道節就得㗎啦。咁如果用西歷去睇嘅話咧，咁每一個西歷月份第一個出現嘅節氣咧，就稱為節；喺月中出現嗰個咧，就稱為氣。咁以西歷2月份為例啦，第一個出現嗰個節氣咧就係立春，而第二個出現嘅咧就係雨水。咁所以咧，立春咧我哋就會叫做節，雨水咧我哋就會叫佢做氣。咁由於咧過咗月初嗰個節嘅話咧，咁其實八字嗰個月柱咧就會去改變㗎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一個正確嘅廿四節氣時間。咁特別係如果你出生當日咧，正正係月節嘅話咧，咁其實你就要更加需要知道嗰個節氣嘅時間嘅。第四樣嘢我哋需要知道嘅咧，就係某一啲地區佢可能實施過一啲夏令時間嘅。咩係夏令時間咧？呢一個係基於嗰啲地區咧，佢哋想節約能源。咁於是乎咧，就人為地將原先嗰個時鐘咧較快咗1個鐘。例如咧，本身係夜晚11點，提早咗之後咧就會變咗12點。點解要咁樣做咧？其實就係想咧啲人早啲瞓覺。瞓咗覺之後咧，咁佢哋就可以減低嗰個用電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咧又會稱為日光節約時間嘅。喺知道咗以上4點之後咧，正常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可以用萬年曆去查翻一個正確嘅八字出嚟㗎啦。但係查萬年曆嗰個程序咧都係比較複雜，咁我就希望留翻喺課堂上面先去講解啦。就算唔用萬年曆咧，我哋都可以運用手機或者係電腦程式咧去排呢個八字出嚟嘅。喺而家呢一刻咧，咁你可以首先去我個網站上面啦，然後 click 左上角嗰個免費八字排盤。為咗方便大家咧，我已經將嗰個網址咧放咗喺視頻嘅下低嘅。click 咗入去之後咧，你只要跟住表格去填入所需嘅資料咁就得㗎啦。我會建議你咧，而家就可以入翻你自己嘅出生年月日時去排翻你自己個八字出嚟啦。又或者你可以入翻你嘅男女朋友啦，或者係屋企人嗰個八字嘅。就算你而家未識得睇一個八字都好啦，咁你開咗出嚟嘅話咧，當你一路睇呢段視頻，一路望住自己嘅八字，咁其實都可以加深嗰個印象㗎啦。喺你排完呢個八字之後咧，你會見到好似我而家呢一個畫面咁樣嘅。呢一個八字咧係我用2013年1月1日午時排出嚟嘅八字嚟嘅。喺中間紅色框框住嗰8個字咧，其實就係你嘅八字啦。要留意一樣嘢啦，中國人咧係習慣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咁去書寫嘅。所以咧，從右至左咁去睇嘅話咧，分別就係年柱啦、月柱啦、日柱啦同埋時柱嘅。因為有4條柱啦，所以統稱四柱。喺2013年1月1日午時，
個八字咧其實就係壬辰年、壬子月、丁卯日、丙午時。另外咧喺八字下低而家紅色框框住嗰個部分咧就係大運。咁暫時對於大運咧，你淨係知道有呢一樣嘢就 O K 㗎啦。因為未來咧有需要用到嘅話咧，我先至會再詳細咁樣講嘅。咁喺排完一個八字之後啦，第一樣嘢要睇嘅就係日柱嘅天干，又稱為日干。咁以啱啱嗰個八字為例咧，丁卯日嗰個丁字咧，其實就係日柱嘅天干啦。咁因為咧八字咧係用日干咧為首要嘅，即係話成個八字裡面最重要嘅一個就係日干。咁所以咧我哋又會叫佢做日元。亦都因為咧日干咧其實係代表你自己嘅，所以咧另一個名稱咧又叫佢做日主。咁喺排完八字之後，跟住第二樣嘢要睇嘅咧就係月柱嘅地支，又叫做月支。咁啊又以啱啱嗰個八字為例啦，壬子月嘅子字就係月支啦。咁喺我哋中國人嚟講咧，有一句説話就係所謂不時不種，不時不食嘅。咩意思咧？其實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耕種咧就要需要揀啱嗰個時機啦。因為如果唔係嗰啲植物可能生長得唔好啊。咁啊食嘅話咧，我哋一定要食當造嘅，因為咧當造咧就一定係最好食嘅。咁其實咧喺八字嘅道理裡面咧都係一樣嘅，因為咧我哋做人做事最重要都係乜嘢？最重要都係當旺啦。咁啊所謂就係話時機要配合得啱啱好。咁如果用一個例子嚟講咧，就好似你買樓咁樣啦，最好就係你好有錢嘅時候，樓市又跌啦，咁你自然咧就可以買到平樓啦。咁但係相反嚟講咧，樓市係跌喎，但係咧你嗰排失業，咁你點樣買樓咧？咁所以咧呢一個其實就係時機嘅問題啦。咁喺八字嚟講咧，月支咧其實就等同於時令嘅，咁所以咧就稱為月令。咁另外咧，亦都係因為咧八字係運用月支嚟權衡八字嗰個輕重嘅，咁所以咧又稱為月提。咁提咧其實就係提綱挈領咁樣解啦。咁啊根據日干同埋月支呢兩樣資料咧，咁我哋就可以對一個八字做出一個初步嘅身強身弱嘅判斷㗎啦。咁喺八字上咧，日主咧就係代表自己啦，月支係代表嗰個時令嘅。咁如果你嘅日干同埋月支咧係可以能夠互相配合嘅話咧，咁就係好啦，亦即係身旺，又稱為身強。咁實際上咧，我哋點樣去睇咧？咁其實我哋就可以運用一個五行配四季嘅方法，亦即係旺相憂囚死。咁喺旺相憂囚死入面咧，甲月係屬木嘅，咁就配春天啦。丙丁係屬火嘅，就配夏天；戊己咧係屬土嘅，就配四季；庚申咧係屬金嘅，就配秋天；壬癸咧係屬水嘅，就配冬天。咁呢度要講一講啦。咁咩為之四季咧？你可以先睇一睇呢一個十二地支嘅表。咁喺寅卯辰月裡面咧，就係春天；寅卯月係屬木，而辰月係屬土嘅；巳午未月咧就係夏天；巳午月係屬火嘅，未月係屬土嘅。咁申酉戌月咧就係秋天，申酉月係屬金，戌月係屬土嘅。亥子丑月咧就係冬天，亥子月係屬水嘅，丑月係屬土嘅。咁所謂四季月咧，其實就即係辰未戌丑呢四個月啦。換句話講咧，就即係春天轉夏天之間，夏天轉秋天之間，秋天轉冬天之間，冬天轉春天之間。其實咧就即係兩季之間嘅交界，咁所以咧又稱為四季月，亦係屬土嗰個月份嚟嘅。喺知道咗以上嘅資料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用旺相憂囚死嘅原理啦，去判斷一個日主嘅強弱嘅。咁喺呢一個表裡面咧，已經詳細列出咗五行喺四季12個月裡面嘅旺相憂囚死嗰個狀態嘅。而旺相憂囚死嘅原理咧，其實主要都係出於五行相生相克嘅。咁首先嚟講咧，我哋都會用一個日干作為觀察點，因為咧日干係代表你自己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從日干嘅角度咧去睇下嗰個月令係屬於邊一個五行嘅。咁凡係天干同埋月令相同屬性嘅咧，我哋就叫做旺。咁天干五行咧被月令嘅五行所生嘅咧，就叫做相。咁天干五行去生月令五行嘅咧，就叫做憂。咁天干五行去克月令五行嘅咧，就叫做囚。天干五行被月令五行所克嘅咧，就叫做死。
咁一般上咧，日主都會中意旺同相嘅狀態啦，就唔係咁中意憂愁死嗰個情況嘅。咁由於咧旺係同我者，相咧係生我者，又叫做進氣，所以咧旺同相都係屬於生旺或者叫做生強。而憂咧係我生者，愁咧係我克者，死咧係克我者，又叫做退氣。咁所以咧憂愁死咧都係屬於生弱或者叫做生衰。咁旺相憂愁死咧，其實本身並唔係判斷生強生弱嘅唯一方法嚟嘅，但係佢係一個好簡單而又好容易學習嘅方法啦。咁所以其實都好適合初學者去運用嘅。咁至於其他判斷生強生弱嗰個技巧咧，因為需要運用到天干同埋地支嗰個組合嘅變化嘅，亦即係刑沖會合之類啦。咁所以我都會留翻喺課堂上面先去講解嘅。咁好啦，喺今日咧，你已經學識咗咧，就係排八字需要注意嘅事情啦。我哋可以重溫一下嗰4點先。第一點咧就係要知道當地嘅出生時間啦。第二點咧要知道太陽時。第三點咧就係要知道24節氣。咁第四點咧就係某一啲地區我哋需要知道夏令時間。咁其次咧，你亦都學識咗就係日主嘅旺相憂愁死啊。天干咧同月令屬性係相同嘅話咧，就為之旺。天干被月令所生嘅咧就為之相，天干去生月令嘅咧就係憂，天干去克月令嘅咧就係囚，而天干咧被月令所克嘅咧就叫做死。咁最後咧，你亦都知道一個最簡單去界定生強生弱嗰個方法㗎啦。逢係咧日主旺同埋相嘅話咧，就屬於生強，又稱為生旺；逢係日主憂愁死嘅話咧，就屬於生弱，又稱為生衰。咁喺下一次咧，我會話俾你聽點樣去運用日主嘅五行咧，去睇一個人嘅性格嘅。咁其次咧，我亦都會話俾你聽旺相憂愁死對你嘅命運會有咩影響嘅。咁喺視頻完結咗之後咧，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歡迎你喺下低嘅 Facebook comment 裏面留言。咁今日就到此為止啦，拜拜。